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阮透过伫你甲众人的面前，个别信仰来领受主你所赏赐因的恩典。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也互阮的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荣光上帝、传播福音的教会。恳求主你赐福看顾，引带阮教会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阮也将阮的台湾、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带领、保守。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权，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到学乐，伊的大到无法度测度。即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官人的事。这是咱要来做迄敬拜上帝。圣诗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献上感恩的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顶的父上帝，日常的安息日，圣日日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是出自你丰盛的恩典。我要感谢阿罗你的圣尊名无煞，感谢你用慈悲甲怜悯，伫罪当中悠然敬赏阮做你的儿女。阮担着爱用忧伤痛悔的心，将过去所行无下主心意的罪，摆伫在你面前，祈求得成肉身圣子基督十字架顶宝血救赎。赦免阮的罪过，互阮甲天父恢复合宜的关系，
阮若渴慕天父，找见来自基督国外的灵进入阮的心内，重新来塑造阮，成做基督内底新造的人，来下去使用，为荣光天父上帝。当阮看见民间宗教用盛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来压制因的心所拜的神明，这个新闻，互阮受到真大的冲击。已经蒙恩受竞选，军队基督的政治路，更加得爱时刻来自我反省，修正阮的信仰态度，来合着主的心意，互阮的敬拜，才会当来服侍，才会当来得到主的接纳。祈求天父将早前我孙节所赐予门徒的灵，加倍来灌压伫阮的身上，点着阮初信迄时听主的热心。祈求圣神踮伫阮心内，保守阮伫信仰生活中，通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互教会传教的时间得到兴旺，带一个人来归向你，永神一人。感谢天父恩典，将台湾蓝条条。当我面对中国各种的文攻武吓的威胁，来自你的公义，团结了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共同来守护台湾的安全。愿世界各国的掌权者拢着行公义、好人民、尊谦卑的心，甲天父同行。愿你的圣旨早一日临到，带来充满和平的大同世界。当我面对武汉肺炎，目前并无因为疫苗的注射来得到降温的果效。早日全世界有完新增加895500人的感染。这通讲是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所以阮就爱伫这个代志来警醒，就爱如何来过阮防疫期间应该爱有的生活态度。感谢天父恩典的顾守，虽然台湾现此时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是居安思危，阮要祈求天父使徛起伫遮的全国的人民持守警醒的心，遵守防疫期间所规定的生活规范，共同来守护台湾。我们要祈求主耶稣，搁对世间人讲，愿恁平安。阮若着爱倚靠主时刻甲阮同在的应允，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健全的状态。求你也早一日除去病毒带予世间人的苦难，互世间人拢会当领受来自主耶稣的平安。亲爱的天父，对着你的恩典，逐世代你有拣选归属你的工人。伫这场礼拜当中，有7位的兄弟要伫会中，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接受洗礼来归属你，正式来成做圣灵教会的一员。
愿你保守因伫教会甲社会生活当中，拢有你完全的保守，坚固因的信仰，互因会当持守独自行看耶稣的心志，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成做一个忠心的信徒，人互你欢喜。因为疫情的中的关系，阮有遇到有兄弟遇到经济的困境，求主你为因来开路，互因有好的工作的机会。身体欠安的兄弟，精神不足的兄弟，求你医治甲安慰，恳求你的平安。时刻甲因同在，阮的祈祷无照常，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向你祈求。启用30篇，正史后面第45页。智慧减无得救，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戆直的人啊，恁着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也未有的大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权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这个囝哪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在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
得着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圣诗201首，求主听堂的声，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听者用使徒圣经来坚定咱的信仰。这时圣歌队要来赞美，要吟的是“我主是我的牧者”。
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下章下卷5章1节到14节。现代中文译本444页，台语汉译本401页。请咱对台语听较袂好势的人，会当对照咱的音幕，应该会对你的台语有进步的效果。叙利亚军队的统帅乃缦曼真受到国王的器重，因为上主捌借着伊，互叙利亚军队得胜。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战士，却不幸得到麻风病。有一届，叙利亚人暗中攻击以色列人的时阵，掠来一个以色列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后来做乃缦曼的某的女婢。一天，伊对伊的女主人讲：“但愿我的主人会当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迄个先知，伊一定会医好伊的麻风病。”乃缦曼知影，就去见王，将迄个查某囡仔讲的话，甲王报告。王讲：“你去见以色列王，甲即张被交互伊。”乃缦曼就起身，带着3万个囡仔，6000个金仔，甲10套衣裳。伊带的迄张被是安尼讲：这张被介绍我的大神乃缦曼，我要你医好伊的麻风病。以色列王一读到这张被的真正惊吓，将山拆里话讲：叙利亚王哪会当期待我医好这个人呢？伊掠这我是将压人死我的上帝吗？伊明明是要找机会来刁难我。上帝的奴仆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将山拆里这件事，就找人去对王讲：“你为什么遮尔艰苦呢？找迄人到我遮来，我要互伊知影，以色列有一个先知。”所以乃缦曼就带着马车来到以利沙厝的门口。以利沙叫一个奴仆出去，甲乃缦曼讲：“爱伊到约旦河去洗7摆，安尼伊的皮肤就会好起来，也清气。”乃缦曼真受气，就离开。伊讲：“我掠做伊，至少会出来见我。上主伊的上帝基督，伫我得病的所在，会动伊的手，医治我的麻风。”佮讲，大马士革的阿巴那河甲范尼河，毋是比以色列任何一条河搁较好吗？佮毋是通伫遐来得到清气吗？所以，伊真受气，就离开。乃缦曼的奴仆进前去对伊讲：“先生啊，若是先知爱你做一寡困难的代志，
你一定会照伊的指示去做。何况伊现在只是甲你讲，你去洗就得到清气。所以乃曼就到约旦河去，照以利沙的指示伫河里浸出界，伊就完全清气，伊的皮肤复原到亲像囡仔共款。圣经以上，今仔日准牧师、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7讲，无名的女英雄，请咱用恭敬的心注心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要静静来听你的话，要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当注心听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祝福。恳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华语叫做无名因此啦，就是无名的女英雄。圣经中间有真侪人伊的名无记载伫圣经中间，但是伊有缘真做上帝所使用、上帝所欢喜，会当祝福别人的人。其实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嘛有真侪人出现伫咱的生命中间。检测伊毋是世间人看做是真重要的人、真伟大的人，但是常常因也会当带互咱真大的祝福，是咱心中真感恩的人，对咱影响真大的人，咱拢会纪念这个人。搁对一个角度来看，检测咱每一个人拢毋是真出名的伟大人物。伫世间人来看，可能毋是真有成就，有啥物真大伟大成就的人。但是只要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咱嘛会当真做上帝所欢喜、带互别人祝福的人。所以咱要透过今仔日所记载即个故事中间，一个无记载伊啥物伊啥物名而且是一个查某囡仔来学习。今仔日所看到这段记事，伊大概是发生伫主前850冬。这时阵以色列已经分做南北两国，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其中这个北国以色列，伊迄个时阵受到伊北方的一个强国叫做亚兰，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叙利亚，常常来威胁，常常来搅扰、来侵略。所以百姓就受这个亚兰国叙利亚的欺负，因的财产家业受到抢夺，生活真无安定，常常活踮伫迄个惊吓中间。有时阵这个外族的兵一攻来，可能财产都爱损失去，甚至性命嘛损失去。今仔故事的背景就是发生伫这个时阵。伫这段经文中间有几个真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伊是接续伊的老师以利亚做先知，咱顶回有讲过伊的第一讲。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上帝的罗卜，伊会当使用上帝予伊的气力，行真侪神力奇事。另外一个主角就是乃曼。乃曼是叙利亚军队的统帅，就是将军。伊真得到这叙利亚王的器重，因为伊真有能力带领叙利亚的军队常常得胜。所以叙利亚王真看重伊，但是伊真不幸，伊得到一个病叫做麻风病。顶回牧师有解说过这个病这个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伫当时阵是真困难医好。得到这种病的人除了身体痛苦以外，佮会承受真侪精神上、心灵上的艰苦。人拢毋敢佮伊接近，因为这款的病会起来传染着。所以伊得到这款的病情实在是真艰苦。虽然伊是一个大将军
有真大的名望，但是却不幸得到这款的病。结果咱看见到，伊后来伫厝内底有一个伊所掠来一个女婢，以色列人女婢的帮衬下面去追求先知以利沙的帮助，最后伫上帝恩典下面，伊得到医治。一般来讲，咱咧看这段记事，咱拢会将迄个焦点放伫迄个大官人的先知以利沙，也是讲乃曼将军的改变。但是咱常常忽略一点，就是乃曼之所以被医治，中间有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个查某囡仔。咱看见着第5章的第2节，中间提到这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讲是叙利亚军队伊咧攻击以色列人的时阵，去用掠来，掠来了后，就爱做人的奴才，所以就被派到这个乃曼将军伊的厝内底做这个乃曼将军的某的女婢。伊被掠这当时阵这款大环境中间是常常发生啦，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伊是一个连圣经嘛无记载伊啥物款的名的一个无名小卒。咱看圣经中间找袂到这个囡仔叫啥物名，甚至伊是倒位的人，伊是啥物人的查某囝，厝内底有啥物款的人，完全拢无记载。但是咱爱记住，今仔日咱所看到这个新约记事，就是对这个拢无名的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所展开的。乃曼将军就是借着伊的介绍，才会当明白先知，才会当伫上帝帮助内面得到医治。所以，咱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啦。上帝使用世间人看做卑微的人，来成就伊美好的心意。亲像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上帝竞选世间愚戆的，来互有智慧的见效；竞选世间软弱的，来互强壮的人见效。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拢有名但是不一定真出名。但是，咱会当透过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的生命特质，来思考安怎才做一个会当祝福别人的人。咱会当互上帝使用。咱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5个这个查某囡仔的特质，咱一项一项来学习。首先咱看到这个查某囡仔有一个特质，就是伊有上帝伫个心肝中间。咱看见伊拄着遮尔大的艰苦。遮尔大的困境，但是伊依然真勇敢去面对这个困境。伊的背景咱无清楚，可能无一定，毋是啥物款的千金大小姐。但是咱爱理解，伊至少是因老爸老母的心肝宝贝。但是突然间拄着这款的灾难，互伊原本伫厝内底是因老爸老母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但是后来变做一无所有。诚做异国的奴才，所以咱想象这个查某囡仔的困境啊，伊一个人向掠去到外国去，爱面对青分的环境，无共款的文化习惯，无共款的人，伊家本身佫是一个奴才的身份，伊除了规工去服侍伊的主人以外，看起来是无啥物款的愿望啊。若咱去拄到即款的情形咱一定埋怨讲，我看遐尼衰，去掠到遮，为什么拄到即款的代志？即款的代志为什么会临到我？咱拢可能会安尼想，但是咱看见着即个查某囡仔伊无安尼伊拄拄好倒病，伊无失去勇气，佮勇敢面对困境，伊把握一个时间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伊一听见着伊的主人得到这款的病，伊就想讲，伊的主人的病有一个人有办法，就是上帝的奴仆以利沙，伊就想要介绍伊的主人去互这个上帝的奴仆来医治所以伊心中一直有迄个专灵的上帝伫伊心肝中间。可能伊即马是真困难的环境中间是逆境，但是伊的信仰无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伊知影上帝会当帮助任何人。所以圣经安尼对咱讲，圣经对咱讲，
什么会当互咱甲基督的听隔绝？减讲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圣经同咱讲吼，靠着听咱的主，伫这一切的代志顶面已经得胜有存了。所以，这个细汉查某囡仔吼，伊靠着上帝甲伊同在，虽然伫一个真困难的环境下面，伊甲这个万福之源结连做伙，伊就会当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要真做一个祝福人的人，咱就爱时常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所有的福气的来源拢是来自上帝。咱若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咱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吼，咱来看，这查某囡仔吼，伊无怨愤哦，伊是充满疼人的心，伊非常有爱心。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年纪轻轻，就向掠去外国做女婢、做奴才。对人生的角度来看吼，伊虽然弱小，无法度反抗，但是心内应该是安那，真怨恨这害伊的人嘛，对无？咱拢会安尼嘛，咱一定对这害咱的人充满了怨恨甲不满，因为就是这歹人害伊流离失所，害伊家破人亡，害伊家一人孤单过来做人的奴才。但是咱看见伊无安尼哦，伊当伊听到这个伤害家己的大将军破病，一般人拢会感觉讲啊，这安尼报应，吼，你著我害，吼，啊，即摆你得这款病，吼。安尼死死就好，吼，咱拢会安尼想。但是咱看见着这查某囡仔无安尼哦。圣经中间吼，咱拄则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吼，但是你若看和合本，也是讲台语汉语本吼，伊的翻译无共款吼。和合本是翻译做巴不得吼，啊台语汉语本翻译做可袂得啊吼，可袂得我的主人会当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的确会当医好伊的大麻风，所以对这段经文中间的这个可袂得吼，咱会当了解的讲，伊是充满疼心吼。伊伫这主人亏待伊的过程中间，伊有缘用疼心去回应，而且帮助迫害伊的人。咱要真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吼，咱一定爱求上帝，互咱有充满的疼心，因为要帮助别人的人吼。无一定真顺利吼，有时咱会拄着一寡困境，但是咱若有丰盛的疼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的确会当将当将福气带互别人吼。这是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吼，咱看见着这查某囡仔吼，伊除了对人有疼心以外吼，伊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因为吼，咱看见着伊对伊的主人吼。提出建言，吼，这是爱真大的勇气呢。咱看见伊安尼讲，伊讲但愿我的主人会当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先知，咱来注意这句哦，讲伊一定会当医好伊的麻风病，所以伊是挂保证的哦。伊讲伊一定会当医好伊的，的确会当医好伊的麻风病。这若毋是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啥物人敢讲这款的话？咱来理解哦。伊是一个奴才，伊面对的是一个主人。主人迄个时代的主人吼，会当完全控制奴才的性命。吼，若万一伊来报即件代志吼，掠主人的生气，咱看哪万是足够生气的呢？吼，是真容易生气的人。啊，但是若无法度挂保证，若无对上帝有绝足的信心，伊较会敢讲即款的话。所以。咱看见伊因为伊的信心来成就这个信仰，啊，咱若相对吼，咱来看这个故事中间吼，有另外一个人是完全无信心，这个人是啥物人？做以色列王的，对无？咱看见着这个故事中间安尼讲，讲乃曼吼为着要去见先知以利沙，伊想讲爱有一张介绍批啊，伊就请迄个阿兰王，就是这苏利亚王写一张介绍批。然后早一寡礼物，先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来帮伊引带伊去见这个先知。结果以色列王看到这张批尔啦，拆离家己的衫裤，讲
这种火一定是要刁难伊的，伊较有可能医好伊的病吼。伊就是对上帝无信心嘛，毋知影伊的国内有一个上帝萝卜会当成就即款的新力技术。所以咱若比对即两个吼，咱会发觉讲吼，即个故事其实咧，咱讲一件代志吼，有权势的人无一定较好，无一定较有信心。哦，你看即个故事中间吼，拢是迄个做萝卜的较精英对无？吼，乃蛮生气吼，叫去洗七遍，伊就生气啊，叫是一个萝卜来可坑哦。所以咱对即个故事中间，咱可以看见到，即细汉查某囡仔，伊的信心成就了即个神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对咱的上帝有信心。有时，我伫查经班的时候捌讲过吼，咱伫台湾吼，即马基督徒比率上界悬的城市是咱台北市，差不多10%。意思就是有90%的人也未信耶稣。所以咱若讲，当然譬如无一定真好，但是咱若看咧做生意吼，这市场有大无？市场真大嘛，佫有90%的人未接受这个信仰。咱的产品有好无？你拢毋敢讲。产品有好无？但是咱敢像足无信心呢，所以咱爱去理解，讲福音若要传互别人，这是上界大的祝福嘛。但是咱敢拢无认真要去传。既然上帝遐尼好，咱为什么无要甲别人分享？其实有时阵我嘛是安尼啦。我有一遍受邀请去参加一个宣教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主办单位爱我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分享分享讲。迄题目就是讲，咱台湾伫宣教顶面的困难甲问题啦。因为咱前一站咱的总会有咧推动叫做101新培家的运动因为咱过去有培家运动有足大的成就伫10档中间，咱的教会数甲信徒数拢增加1倍所以咱其实伫10档前咱就有即个计划，毋茫讲咱也会当利用10档的时间，互咱的信徒培家。但是我看到的资料，甲这个数字我就真悲观啦因为迄个时阵总会期待讲，我迄阵伫台南中会讲期待台南中会一档会当增加1200个信徒10档会当增加12000个信徒。但是我去收集来资料就过去5档台南中会较增加500个信徒。即摆一档是咩？增加1200个，我看拢做无信心的就伫遐分享我的看法。分享了我无信心大家听的拢无信心但是想讲安尼就毋免做但是后来我有真深的反省啦我咧想讲那我咧演讲的时阵马街甲马雅国伫迄个现场咧听我演讲，一定起来骂我的。讲你遐无信心，我迄阵来到台湾的时阵，要人无人，要教会无教会，要资源无资源。但是阮伫遮设立教会，传福音有遐尼济效果，拍落遐尼好的基础，今仔咱较有即款的教会。咱今仔手中有遐尼济教会，有遐尼济信徒，有遐尼济资源，咱敢讲无法度将福音传出去。所以这就是在伫咱。拢看现实，无要看上帝。咱对家己无信心对上帝嘛无信心。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要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引带别人来就近上帝。真重要是对上帝要有信心。搁有第四个角度，咱来看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伊除了对人有疼心，对上帝有信心以外，伊对得着人，互人的得救伊有一种热切的心圣经中间讲，巴不得可袂得，这句话有一个真深的意义毋单单伊对上帝有信心表示讲伊对这个伊的主人的得救
身体的得救、灵魂的得救吼，有一个热切的心啦。所以因为有真期待，遮尔大的期待吼，所以伊才会当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有时阵吼，咱常常会因为咱无够热诚，直到失去真侪会当救人灵魂、传福音的机会。咱有时过头轻看家己，掠做咱的影响力无可能造成大的影响。请大家绝对毋通安尼想。咱只要有热切的心，求圣神帮助咱把握这个机会，甲别人分享。其实咱的教会对过去到现在，拢一直有真侪这福音的事工咧推动。特别是咱若看周报，咱就知吼，咱最近会增加一个牧师来关心迄个儿童吼即个事工。咱伫旧年开始，咱也伫即个招牌，咱的幼儿园遐开始一寡福音性的工作。咱未来伫新增的所在，除了做服务老大人吼，服务这弱势家庭以外，咱嘛要开始一寡福音的事工。这个事工拢真需要有兄弟姊妹来参与。咱若有一个对别人的灵魂得救有一种渴慕的心吼，咱做伙来参与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咱会当付出咱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带来真大的成果。这是牧师望讲大家会当做伙同心来推动的吼，互咱的教会真正会当转变，成做一个会当互人灵魂得救吼，搁较济会当将福音传出去，互人得到祝福的教会。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查某囡仔伊有即款的特质，伊有对人有疼心，有上帝甲伊支持，伊对上帝有信心，伊也对人得救有较无的热心吼。除了这以外吼，伊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伊知影帮助人的方法。伊具备这个各种特质，伊嘛有方法。伊知影吼，只有伊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这主人才会当得到医治所以咱要互人带互人祝福，咱嘛爱知影方法。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将因引带来到上帝面前，互因亲自领受上帝的祝福。今仔咱真感动的，就是第二场甲第三场，有真侪兄弟姊妹甲真侪家庭，即细囝，因要来领受。这个人生上介大的福分，我相信这兄弟姊妹，因的身躯边一定有一寡人咧帮助因，咧带因来协助，互因更加明白这个信仰。这就是上介好的方法。我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这个上帝的工具，会当将这款大的福气，上介大的福气。带互别人，咱毋通了做讲咱一定要做真侪大的代志，咱只要设法将上帝介绍互因，相信圣神亲自动工，伊就会改变。咱来理解这历史上所有伟大属灵的伟人、伟大人物，拢是有人将因带到上帝面前，可能是因细汉时因的老母，可能是因隔壁的朋友，也是伊的老师。将因带到上帝面前，上帝圣神的感动下面，上帝就使用这款的人，成做这世代的祝福。所以，如果咱也愿意，咱成做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咱对别人有疼心，对上帝有信心，对得到灵魂有热切的心，咱阁知影这款的方法，我相信上帝会使用咱的教会，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透过这个无记载伊的名字，但是阮相信生命册顶面有记载，伊的这个细汉查某囡仔去学习安怎成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主你使用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成做你手中的一个器具。你使用阮，加添阮对别人的疼心，
对你的信心，以及对灵魂得救较无的心，互阮也有智慧、有方法，引出伊来到你的面前，互伊领受祝福。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敬诗212首，咱人既然带家来出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来奉献。
起立做来做奉献的感谢。亲爱天父上帝，你是阮万福的本源，阮当时的兄姐只是奉献淡薄的金钱，做阮对你恩典的回应的一部分。求你也使用阮的才能，甲阮的时间，互阮会当做你的器具。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姐，这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啊，牧师要来举行迄个圣礼典的，请蔡牧师。咱这个时阵，请要接受圣灵洗礼，几位兄姐7位兄姐。林英玉、赖怡珍、赖品纯、林玉安，这姊妹以及3位兄弟孙生生、赵时熙、赖玉任，还有2位信仰个别，还有2位信仰个别，谢品玉甲王昭生，来到头前。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主耶稣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伊安尼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第5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得着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若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彼得迄个时阵叫人着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对徛踮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恁，安尼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个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今仔日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着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敢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这个时阵，咱要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今天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来，现在我用水来行洗礼。
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赖品存，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林玉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孙先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就说，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赖玉仁，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心中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今仔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来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主啊，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愿恳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征战信仰好的征战。佮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主啊，阮恳求你，互阮经历这个圣礼典了后，互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会当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也会当追求真实的心，互阮会当转念反悔，会当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只有牧师代表用这个手偶用这个手镯来接纳因进入教会，教会也有准备一个礼物要赠送给因。快点，你向前一步哈。好了，请您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牧师介绍到因的时阵请因的亲人、朋友，也是咱伫教会中间的小组员，因的朋友拢会当站起来咱做伙拍鼓来欢迎咱来看第一位是林英玉小姊妹。
好，第二位是赖依珍，赖依珍姊妹。第三位是赖品纯姊妹。第四位是林玉安姊妹。那个是孙先生先生哈。那个是赵石溪先生。那是赖玉任兄弟。啊，搁有咱有两位信仰哥伯，就是对外教派来甲咱的教会吼，因是一对夫妇吼，招生甲平玉吼。咱拄只咱咧洗礼的时阵吼，咱拢有起立吼，有甲牧师做伙用阿门来回应上帝吼。所以咱即马已经真做咱的兄弟姊妹吼，加入咱的大家庭吼，咱伫日常教会生活中间爱互相扶持、彼此相挺。咱搁一边拍鼓啊！好，请咱回座哈。咱这是准备来进行小礼洗礼。咱请爸爸妈妈带细囝来到头前哈。请咱注意来听圣经中间所记载，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要互伊无因，学生即避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得见面，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实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我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袂当明白关于信仰的事，但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好的。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呢，我要对招生甲评语讲。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恁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会当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有约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祝福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这时阵要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王丽英，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进入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约伫新的约的稳定。把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三甲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领受虔信的，阿免。请咱三甲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恳求你保守看顾，徛伫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利因，求你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
互伊的智慧甲智慧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伊。主啊，阮恳求你将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伊，引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伊大汉的时会当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佫会当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捌伫拿撒勒过世间的家庭生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平玉甲早生因这个家庭，求你赏赐因，互因以及囝仔照顾你因的人，互伊有智慧温柔的心来照顾伊，通伫你的疼内面来成长。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好，会长请坐，吼。咱拄则有介绍过吼，平玉甲早生。囡仔走去倒位？好。囡仔送去阿嬷遐吼，一只吼，来，咱拍鼓仔来鼓励一下吼。来，牧师代表教会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互伊。来，上帝赐福哈。报告的事项，请咱家己看周报，吼。拢记甲足清楚，那迄个内底各团体活动拢有吼。我只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提醒一项，拜托咱大家爱配合教会伫即个防疫期间所采取的措施，确实来执行，会当守护咱大家的安全，吼。这是我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甲来做。牧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的兄弟姊妹吼，才有林玉美林玉美姊妹，伫咱的中间，唔知坐伫倒位哦，坐伫遮吼。林玉美姊妹吼，欢迎。佫有黄燕美甲林秀茂，好。因坐伫后壁遐吼，欢迎欢迎。佫有一位，这应该是先生吕仲哲。先生吼，伫后壁遮。伊是明产长老的表兄吼，对美国回来吼，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无介绍到。好，多谢牧师补充。陈姓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起立做伙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灭岛谢阮强受车遣。